現貨黃金衝上4650美元，5000美元真係要來了嗎？但真正令市場興奮嘅，可能唔係呢個數字，而係一個更大嘅問題：5000美元會唔會成為現貨黃金嘅下一個目標？最近現貨黃金持續走高，與此同時，中國內地金飾價格一度突破每克1400元，由投資者到普通消費者，黃金正成為越來越多人關注嘅資產。但有意思嘅係，金價升得越快，市場嘅分歧反而越大。有人認為全球利率預期、地緣風險同黃金配置需求仍然有可能為金價提供支撐，亦有人擔心連續上升之後，市場隨時可能出現獲利回吐。所以4650美元到底係半山腰，定係呢一輪行情嘅高位？答案可能冇咁快出現。呢個亦都係點解行情越熱，投資者越需要及時掌握價格變化同市場資訊。金榮中國目前覆蓋現貨黃金、現貨白銀等貴金屬交易產品，仲提供 App、桌面端 MT4、MT5 等唔同終端，令投資者可以按自己嘅交易習慣查看行情，獲取資訊同進行交易管理。突破歷史新紀錄可唔可以成為現實？短期內會唔會出現回調？如果真係到咗，市場會發生啲乜？歡迎將你嘅判斷留喺評論區。以上內容僅作市場資訊分享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貴金屬交易存在風險，投資者應謹慎決策。